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明年1月20日要正式就职，咱台湾是派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参加。另外，拜登落任进前宣布第19届卖武器给台湾。美台商会咧要讲，当 Trump 就任了后，赖清德总统会更加拍拼，甲美国争取预算甲武器等等援助。到底翕相留念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，这个月中到美国，甲总统当选人川普甲夫人梅兰妮亚伫海湖庄会面。根据日本头卫新闻报道，川普除了讲到对安倍晋三的思念，更加讲到家己真重视台湾有事议题，讲中国甲台湾是关系到世界和平重要问题。也在明年1月20日，川普就职典礼，咱国祝贺团确定由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参加。朝野按照比例来组成，我想这符合惯例。跟美国的智库还有友好的这个参众议员来做一个对话。看2005年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就职时，是当时众议院议长李万铁率团；2009、2013年奥巴马就职，受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代表，开启国会议长去祝贺的惯例。不过2017年川普就职典礼，因为立法院院会处理中有算案件，改由前行政院长游锡堃出席。2021年拜登胜选了后，因为拄到疫情，然后由当时担任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出席。不過創下1979年台美斷交以來，頭一擺得到美國官方正式邀請的紀錄。At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iden. 拜登下任之前，搁在宣布任内第19擺對台軍售。美大商會會長韓盧撇是指出，有期川普上任了後，賴清德總統會更加積極向美方爭取進一步增加安全援助，包含購買新型設備甲系統等。希望这些安全伙伴可以提出更多的国防预算，来分摊这个防卫的责任。专家分析，川普第一任期时对台军售总额达到将近75億美金，包含最近到台湾的 M1A2T 戰車、海馬斯最講起錢，也講明年要陸續交付的 F-16V。所以，伫川普2.0時代，咱方無敵卡會再向美方提出採買水面艦、M109自走炮，甚至 F-35戰機來提升國軍的戰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